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6月27日的暗夜新闻，我是吴义勇。政府宣布今年的公粮输购价是到公斤提高3美元。不过28个来自南部屯新竹的农民下晝上去行政院抗议，伊能够讲呢90个时节，本农费囤粮上刁难，卖业价是比去年还高那么，故所批评农民费政策失败。农民费解释讲，今年的4月冬蔬食多价过多。假使那位好唔起来，也因为安尼措施提高公粮假使嘅政策无太多安全嘅效果。政府而言，就算天时热发发嘅，三无办法主动，也得对中南部上北类嘅农民，除睇云林嘉义也得为所嘅代表，还有对新竹类嘅客种农民，无分族群提出共同嘅诉求，希望政府唔但将要提高公粮输购嘅价值，还要增加输购嘅数量。希望政府收购提高，增加啦，咩讲？见提高咧，增加，就一公顷收购落去跌到冇1/3啦。应该比如一公顷咧5000公斤啊6000公斤来收购，对我哋农民也有利益。因为今年投标无太丰收，ក៏因为之前面對風災襲擊台灣，農民少，落意會影響各個蔬產，故所關定國，各個產量一下增加當多，造成地方農費都處理公糧事故嘅部分，負唔出應付。近2年農民咪講，事故輸購價是對去年嘅920美元，到今年是存860美元，安尼價是農民根本冇辦法生存。早上10點開始說到4點到就不說了，叫我們怎麼樣過生路啊？實際上，喺雲林嘉義、台南地區嘅事故輸購價是係輕大嘅。不過對事故嘅配套處理，農委會已經提出，未來也得要處理唔同嘅事故，運到其他縣市，搶同替農會來天數處理，像係嘉義縣嘅事故。主要係運送到高雄民農嘅農費來做事故配套處理。尤其安那邊事故嘅時節啦，哈，除了機器冇休息，人馬冇休息，個安尼見目前安尼面來講，哈，已經輸購一個團落嘅，個安尼嘛利用一個機費啊來協助安尼甲別鄉鎮嘅安尼農費。經過初步讓農民打合交通過後，農委會承諾農民會加速公糧嘅輸購速度，防止發生唔舒嘅情形。地方農費嘅事故配套設備咪會考慮增加。不過對農民所提出的對地補助，還有提高公糧輸購價值部分，農委會較保留，因為看實嘅層面睇法，需要過進一步評估其嘅可行性。客家新聞網小康吳思怡台北報道。